今仔日我有需要学习的项目，有需要学习的所在，就是讲我伫药房买物件的时阵，若店员明明会晓讲台语，嘛对别个人去讲台语，毋过伊就是我用台语和伊讲话，毋过店员还是店长拢敢若会用华语甲我对话尔。进前我就会想讲，为什么安尼？我有期待，所以讲拄着本来就甲家己讲不要紧，这无啥，我就做好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就是厝外讲台语，买物件讲台语，安尼就会当。毋过若拄着对方一直用华语甲我对话，我心内其实是有一种感受。毋过呢，我想讲这就是我需要做的作业，因为呢，这就是咱的世界啊，咱即摆的社会啊。若讲期待莫拄着好野人，莫拄着互人欣赏的人，上好就是看到一寡比咱搁较悲惨的代志。若有即种期待，其实是无法度去如咱家己的希望，因为这世界就是讲无法度去控制讲别人的反应。这个时阵，就爱转去咱家己的内心去创造，讲上高级的方式，当然就是会当创造咱家己想要爱的世界。就对方拢甲家己讲台语等等。毋过咧，现实的社会可能就是无法度遐顺利。虽然讲信念创造是咱家己的世界有即种原理，咱知。毋过咱就拍拼讲台语，对方犹原嘛回你华语。即个时阵，你就想讲，其实你嘛无法度去创造。即个时阵心内就有失望。嘛想要去问对方，讲奇怪，你哪会一直甲我讲华语？无就是讲咱的内心会一直谴责，对家己有一个会骂家己，会怀疑家己，讲是毋是家己出啥物问题啊？无哪会伊会甲别人讲台语，就是袂甲家己讲台语咧？这真正就是反映即马咱拄着的现象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嘛希望讲，咱拢是得到做好运的代志，做平顺的代志，得到互别人学乐。毋过咧，其实拍拼做，嘛无一定有即种无即种家己想的画面会出现。这个时阵呢，其实就是转来咱内心去想讲，莫依赖外口的世界，莫用即种想法讲我若伫外口讲台语，别人若应我台语，安尼就是
我所希望的一种回应，其实毋免安尼。安尼这颠倒就是讲，别人印象拢好，对我来讲拢无差，这是上好的现象。就是为咱的内心做起，毋免讲去求，无就是去期待别人的啥物反应，是咱想的迄种反应。若真正咧反应，其实咱嘛袂加一块肉。若会欢喜，其实我嘛定定伫听广播电台，嘛是听足侪台语，所以我学着的、练习的，就是开喙讲台语，练讲台语。对方应我啥物话，其实都毋免家囥伫心肝顶。我即摆会当训练的是即款代志。若是讲我拢无去期待别人应我啥物话，有一天开始大家会应我台语，其实我嘛无差，有差无差是我家己做啥物代志，毋是讲别人安怎甲我回应。我应该是爱用即种角度去思考。结果物件白白的，搁转去，我即摆若伫超商人应我啥物华语还是台语，我嘛无差啦，我着看开啊。对，就是看开，就是看着讲，对我来讲重要的物件是啥物。无需要讲有啥物失望啊，有啥物讲这人怎会安尼？毋免甲家己的能量去浪费伫即种代志顶头。这是需要相当的训练。我着豆豆一点一点的去调整。有的同事甲我会斗阵行，下班的时阵会相找斗阵行的。这查某同事，伊就会回我台语，阁会挑工，甲我用台语来讲话开讲。所以这个时阵我着珍惜。若讲是店员啊，见一摆面着讲这2句话尔，我着无需要讲，甲家己的心情囥伫迄面，去浪费一寡我的能量，变讲搁加足侪失望的心情啊，无好的心情，其实毋免啦。咱的时间啊，咱的心情，好心情是足宝贵的。别人爱就煞，歹就歹啊。我需要安尼去思考，鼓励家己。对方啥物反应，当然有伊的原因啦。毋过这原因我嘛，短时间内我嘛无法度去配合啦。就是意思就是讲，有的代志你做诚紧，诚紧就有效果。拄着讲适合的人，拄啊好适合的时机，我的查某同事就会应我台语，阁会超工练习。一句来一句去，会当讲搁较济话。伊嘛认为有帮赞，我嘛认为安尼诚好。毋过若是店员的话，对伊来讲无差，伊颠倒想讲，搁爱转台语，伊着败，伊着卖嘛败着卖。我嘛无需要讲每一个人我的性格就是希望讲，
大部分的人，也是讲每一个人拢安尼。过每一个人重视的物件都无共款啊。像伫台语房，房主伊就是会想讲，我哪会遐久无来，会小借问，我来嘛，讲会甲我应接，会甲我拍招呼。伊就是做稀奇，就想讲，我哪会当起来，加一个人，对伊来讲足重要。毋过我今仔讲台语，无讲台语，伊可能就无差。每一个人重视的物件都是无共款。伫即个时期，逐个有家己即段时间的主要的重点。我即摆重点当然就是讲，希望讲会当创造听台语、讲台语的环境，安尼。毋过就是讲，若甲隔壁同事讲话，就讲安尼袂当牺牲，因为想讲要甲伊开讲搁较济，是对讲即世界的理解啊，人生的道理即个时阵就讲，无讲台语嘛袂要紧啦，莫变成咱两个之间的阻碍。就是其实大家拢有家己的重点，阮嘛毋免讲每一个人，也是讲大多数的人，拢互我满意。其实毋免，安尼较会自在，自在足重要的。阮若今仔无依赖任何人，就是做好我家己代志，足坚持的。别人安怎反应嘛无差，即个时阵我就是上坚强的，上无嘛无人会当甲我阻挡，嘛无人会甲我影响。安尼其实是上好的坚强，就是足独立的。所以讲，我若爱自在，就毋免讲。白脚白手，讲这个人反应是安尼，我欢喜；这个人反应是安尼，我无欢喜。安尼就变讲，我去互伤侪代志，伤侪人影响着。我爱甲这束缚拢甲伊透开。安怎甲我用？无法度影响我想要做啥物代志。我认为安怎做较是对的，所以讲，就是爱豆豆训练。今仔搁去阮大家因兜，伊就问讲，恁翁啊，某物人啊，哪会遐晚？每摆加班拢遐晚？迄个时阵。我的心情有受到影响，就有讲一大篇。其实对方嘛可能不爱听一大篇，因为伊嘛毋知影要安怎处理嘛，伊敢若会当去考劝尔。毋过，我就是有讲，毋过是无生气啊，只是讲，有一寡无遐平静，无遐冷静，我就嘛替阮翁有感觉委屈。即摆想想的，我的心情受到影响啊，其实就是爱跳脱，跳脱即种想法，就是讲，我受到影响啊，讲这因为我甲阮翁的立场是共款的啊，嘛希望伊工课膝头莫遐济啊。伊若替厝内人，还是讲同事去质疑讲，别人拢做会了恁若膝头对换，哪会别人做会了，你做袂了？
当然听着即句话是会无爽快啦，是会想要掠讲。毋过咧，其实不应该互即种对话来影响我的心情。我着爱甲我的心情照顾好好。着毋免讲家己嘛做郁卒的，搁投射家己有一寡不如意的人生的代志，搁愈来愈忧郁，愈来愈忧愁。其实毋免安尼，就是我做好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甲我的力量摕出来。若外界的对话外口的人的想法我拢爱好好甲伊看做一项归一项。这代志就是归这项代志，莫甲家己拢牵涉入去，意思就是讲，家己受着影响，搁甲家己的人生的不如意郁卒忧愁毋是忧愁，郁卒委屈拢烂做伙，头白开嘛分袂清楚，无需要安尼。就是有诶代志，其实虽然讲会疼趁，阮翁阁有以早诶家己，拢加减减咧。毋过即摆就是爱看头前，好好做家己会当做诶代志，家己认为有价值诶代志。莫有即种，因为我若心情受着影响，就会想讲个人的力量足细，无啥物力量，就有即种感觉就走出来这真正无好。我就是会去做，去坚持做。做一寡代志的过程中间，找着家己的优点，认捌家己，互家己讲做这项代志，有啥物无共款的世界观，无共款的朋友，无共款的生活，就是对家己的内心去好好经营努力，毋是努力去经营拍拼，毋免讲一直想讲希望外口的人爱安怎想，爱外口的人甲家己疼趁，真正毋免安尼。若看别人，不如讲家己好好去暗算，讲刷落来要做啥物代志，好好甲家己的能力去充实，好好像台语的话，我即摆就知影讲，爱安怎学，安怎练习，加看啥物物件，我拢真知，拢知的。只是讲无遐济时间会当看，就是爱累积。毋过咧，我对讲，我会当做啥，我着真清楚。着豆做，好好做，莫阁去想一寡，讲这做有啥物效无就是讲个人的力量无够大，拢无需要去安尼想，就是好好甲家己的内心的上珍贵的物件找出来。我的价值，我珍贵的物件，我的成功，我的成果，
我诶其实早就存在啊，拢存在啊。我有去找出来，抑是安怎找拢找无。今仔毋是讲今仔考台语的认证考甲偌好，就是这物件有啊，价值有啊，毋是安尼。我若开始想要开始拍拼，开始做即项事头的时阵，迄个物件就存在啊。伊等我去找，等我去发现。所以讲，即马就是用心去体会，嘛豆豆训练家己。像伫公司的时阵，我就会拍拼讲去认别家己，就会甲隔壁的同事去好好开讲，讲一寡讲，咱要安怎理解即个社会，理解即个人生，用无共款的角度，就是一改一改，互家己想互清楚。这就是我的累积。